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520新内阁人事案差不多已经确定，有的人特别关心税制改革相关的话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就是革改革的革，读过一革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革，本地意思是讲无毛的皮，换看来讲就是低调改换的意思，咱讲改革。另外嘛有开除的意思，咱讲革职、革任，也佫有革除。另外嘛有退出的意思，像咱讲革出或者是革去，意思就是赶出去。也佫有提名，咱讲是革名；嘛有换新改进的意思，咱讲是改革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拄则讲到改革，意思就是革新加变革，也就是把旧的无合理的部分换做新的，更加符合现代环境。第二个词读做革职，也就是免职、改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国有政法，民有私欲，守法的观念愈来愈进步，社会大众嘛拢对着时代，认为过去无好的观念应该就要改革。像讲，若受公务人员身份的人违法，上严重就会当革职处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革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